怎么办？他上热搜了，是吗？季老师，你就不担心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然后这个图片要是上传出去了，你的个人信息被扒出来，你就不担心对你有什么影响吗？所以呢，你就不打算给名分了是吗？啊？什么叫比起个人清白更担心对方的生活不受打扰？我什么时候需要你保护了？可是那些需要你牺牲名誉去维护的人，大都配不上你的保护。感情从来不是靠牺牲来维持的。可你也不为我牺牲了吗？区区网络留言未必伤到我，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堪一击吗？行了，别多想了。其实呢，我是过来领福利的。什么福利啊？说好了告白和比心呢。原来是你啊！该营业了，七仔老师。你好，请问是戚小姐吗？您是？我是星河制作的制片人助理。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。裴妍。我们老板对您的作品非常有兴趣，有时间的话可以安排一下见面吗？签售结束，七仔会去见他的。好的，那到时候我们来接您。好。你认识啊？7年你干什么呢？外面粉丝等着你大合影呢。来啦。啊，对了，简姐，这茶都喝了几壶了，约的人怎么还没来啊？我说约了吗？没约，你说个空气啊！走了。耐心点儿。来了。裴总好雅兴啊。不好意思，您是？荣品文化的肖黎。上周大会我们聊过漫画 IP 影视化。哦，肖总是吗？这么巧啊！跟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我们之前也聊过，我们公司的台柱子，热度第一的《花与罗曼史》的作者陆清武。哦，陆老师，少女漫女王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！你好，裴总，你好，过奖你好。啊，来，请坐。来，陆老师，谢谢。肖总。对了，最近热度第一的少女漫画不是《美人一休》吗？裴总，那个是月榜，年度总榜上，我们还遥遥领先了。距离是有，但是遥遥领先应该谈不上吧。据我看，现在《美人一休》的气势应该不超过3个月就可以追平了。啊，抱歉啊，我这个人向来都是以数据说话的，丝毫没有贬低《花与罗曼史》的意思。那部最近的确很火，但是影视改编，看的不只是一时的人气，最主要的还是粉丝基础。七仔的微博粉丝似乎还没有我们的零头多。也是啊，但是肖总可能忘记了，影视改编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点，就是作品内容的本身。我在《美人一休》这部作品里面看到了作者的诚意，这是很多 top IP 都做不到的。不知道裴总口中没诚意的 IP， 包不包括我的作品？只要不是圈钱的、流水线式的漫画，都不在我说的这个范围之内。裴总，我们是很有诚意和您合作的，可能您有您的标准，但是从漫画 IP 上来看，《花与罗曼史》无疑是少女漫的第一 IP， 投资风险比其他作品
要低许多，所以还请您再考虑一下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没看出来人家心里早有数了。既然没眼光，咱就不用将就。裴总，对不起。裴总，没烫着您吧？没事没事。可惜您的衣服了，我赔您一件吧。我说了没事儿。